聲不再動聽，說話無奈已聽不到怎呼應，能用心聽。如未肯定，雙眼總算可以含情，誰會以真心的對我？如若說出口可信麼？人無需許下承諾，只怕甜言蜜語出錯。用我雙眼看，會否清楚？問那位真心的對我，直覺推測應該會是沒有錯。假使沒有開口說在意，心裏其實很清楚你的真摯，無用猜疑。如若飄時，輕輕一個擁抱，而知誰會以真心的對我？如若說出口可信麼？人無需許下承諾，只怕甜言蜜語出錯。用我雙眼看，會否清楚？問那位真心的對我，直覺推測應該會是沒有錯。誰會以真心的對我？如若說出口可信麼？人無需許下承諾，只怕甜言蜜語出錯。用我雙眼看，會否清楚？問那位真心的對我，直覺推測應該會是沒有錯。